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欢迎您收看8月初5下暗新闻，我是麦尚莹。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。卡努洪泰外围环流带来大雨，南投、苗栗、阿里山拢传出灾情，高雄的桃园、那玛夏、甲茂林赶紧撤离900多人。受西南风的影响，中南部这几天拢落雨。气象局讲，未来一礼拜有关会是落雨天，而且上无阁有2粒风台会出现。咱要先来关心的是卡努洪泰的外围环流带来大雨，互南投第14线埔里到雾社传出潭风，也阁有地基流失的问题。今仔日这交通是还袂畅通。南投仁爱乡是宣布8月初6，也就是明仔是停止上班上课。另外，沿线的南丰村甲春阳部落也发生水崩山的意外，也那苗栗的头份、甲湾里、甲竹南等等地区，是因为大雨下袂离，全来做大水。消防队出动树林船，因为我今的道路拢已经淹水，应协助一名受困厝内的食物进就医。拜六透早，苗栗湾里地区落大雨，真侪所在白虎排水、大水、为排水沟满出流到路边，四围拢是水。这个大概我们过来这边还没有这样子，不到1个小时，水就变成这样了。除了湾里，竹南大分地区也有真侪所在路面积水严重，车辆拢爱冒险涉水过去。真侪地下道涵港也因为淹水紧急暂时封起来。高速公路下来的，所以常常淹啊，这里啊。常常淹啊，没办法。南投仁爱山区雨共款真大，变雨造成来往埔里甲雾社的第14线沿路拢有真侪山坡发生崩塌，也有路基溜空，道路安尼中断。有人关咧运送菜赊落山，也有人要回去。今嘛只当等待雨较停，道路赶紧疏通。如果看今天冷空的话，就尽量赶快把冷菜有没有送到市场里面了，不然的话冷菜都会坏掉。第14线沿线的仁爱乡南丰村加油站道路，予土石流砍掉的；搁往山顶行的春阳部路道路也是路畅畅。因为初时尾仔就停电，未少春阳部路民众等到天光了后，才甲南河铁力加远。行政院长陈建仁初5下昼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，指示赶紧拍通道路，搁优先协助需要就医的灾民。目前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呢，就是有一些道路塌方，还有这一个路基流损的这一个部分哈，刚才讲到，特别是台14线的这一个部分呢，务必要尽快的来抢通哈。行政院会议长陈文灿是告南投县灾害应变中心指挥，南投县长柯淑华也向中央请求支援，申请空勤直升机准备着，万有受困民众需要西药治等紧急救护，都会当使用。佮申请300名后止步军人到底协助救灾，早日畅通道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受到这个洪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南部山区是连续2天拢落大雨。伫阿里山三米村的送水的管线，就因为安尼去互冲坏去，居民早起是赶紧去溪仔边来抢修。也那高雄、桃园甲那玛夏是发布水崩山的红色警戒。伫茂林是因为大排水沟倒积，所以这3个乡加起来总共有900多人赶紧撤离。大阪公路平房坑外口为山顶流落来积水，加造超大型水墙，当地民众赛车经过拢减速。水要怕，因为去那边还是不错。永康河河家己阿里山乡真侪路段，石头连来甲积水，测是因为土石放落去挡住铁器来临体，工作人员顺势撞访，为确保安全，临体车辆会继续停驶。会持续进行林铁全线之巡检、清理及试运转作业。再视天候状况，评估复驶时间。山米大桥的凯10分溪到初5早起有完串流，不好冲害山米串的水管，居民透早冒险撩水抢修。大排水沟的水开始倒灌回去，所以在二水田的部分，里民在这个状况情况下，就马上先撤离。工作人员1号7号通知撤离，南部山区一直落大雨，高雄桃园那玛夏发布土石流红色警戒，工作测试半名关机撤离居民，加上茂林3原乡撤离967人。第8颗路桥现在是整个是断的是封闭的。那目前就是有后山里有复兴、拉布兰跟梅山这边的人口数大概有433位目前是形成一个孤岛。河堡拢是大石头玉水溪，测试出现大规模土石流。大石头一直拢明白克落桥、更便桥，煞断去，再去继续封桥，等天气转好才能抢修。抢通的时间
个礼拜。那今天挖土机在现场测试的一个情况，无法据实施动。那等到雨歇，水位稍退，我们会再进行的一个测试。香港河路未线和桃园区第20线、沙拉阿乌桥海的流浪溪溪水不重，福田路口溪、那马夏打卡努瓦溪水头共款最侪惊人。高市府将桥拢封起来，另外屏东北大武山、车沟立即河量到下晡416毫米大水冲害强行线污水管的管线，目前因为当地河势甲水势无法度修理，管理员也提醒民众千万唔通上山，特别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虽然讲这个风台已经走去啊，也毋过伊的外围环流甲西南气流，煞为咱中南部带来真济雨量。气象局是讲未来一礼拜，这中南部有关会是落雨天。专家嘛分析未来10天以内，上无阁有2粒风台会刷刷来出现，所以民众一定要做好风台的准备。大雨路未煞，虽然卡努风台慢慢离开台湾，不过西南气流滞留，向阳山区甲嘉明湖国家步道沿线继续落雨。嘉明湖国家步道延长风到8月初8。气象专家表示，根据预报资料显示，未来10天至少也会生出2个风台。目前大概看起来，未来10天就大概会有2个台风生成的一个状况出现。第7号台风生成，它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影响，因为它其实是在离我们非常远的地方。较新鲜分析，8月初到初10，西太平洋有一个风台发展的机会。那形成就是今年第7号风台兰恩，不过离台湾较远，路线有估会向日本东部海面扫过去。目前对台湾没有影响。气象局表示，台南吹西南风情形会继续1礼拜左右，中南部所去1礼拜拢是较落雨的天气。环境风场在今天的西南风还是比较强，明天会稍微减弱。不过未来1周基本上都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。1周的天气趋势大致上可以看到，6号、7号还是要留意在中南部地区，特别是山区雨势还是会比较大，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。7月过后，较明显落雨区域会刷到偏向沿海这边，山区落雨会较长雨。不过因为这几天落雨会较济，气象局提醒民众去山区一定要细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继续，咱要来关心的是彰化县前北斗镇的镇长李贤才，伊因为食钱去互人判1年10个月，今年5月已经去坐监。今仔日北斗镇长的这个补选，尾仔是由无党籍的颜宏林来当选。无分党派，所以我是无党籍来参选，但是我颜宏林依照我最新来33000几，会当作一家人来看待，无分你我。将来我嘛希望对报道会当来贡献的人才，我拢会较友好，嘛希望伊看到报道的一个好，互阮一个机会来表现。这摆的北斗镇长的补选总共是有5个人来参加，包括李贤才的看手前镇长杨丽香，也有民进党提名的江欣一方，另外嘛有无党籍的颜宏林。虽然讲这摆只是乡镇的首长选举，但是各党派拢真斗力，包括赖清德、郭文哲，也有郭台铭，大家是拢来辅选。最后是以无党籍的颜宏林摕到5697票，确定当选。政治消息，咱要来关心的是南平赢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甲郭文哲，因今仔日是拢受到邀请去参加台湾文化协会的纪录片发表会。这2个人是拄好坐隔壁，针对外界问讲，恁2个人敢会来合作？侯友宜是讲，伊会照进前上北市合作的精神落去拼。也那郭文哲伊是敢若表示讲，会尊重这位的安排。另外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，伊今仔日是去三重埔来进香，讲要推动社会主体。在媒体要求之下，2人握手超过10秒。台湾文化协会7月办纪录片发表会，南北总统参选人侯友宜、郭文哲拢来参加。2人前后到场咧开讲，加上位置都坐伫隔壁，外界拢关心是不是有讨论在野合作。我们今天不是2个坐在一起吗？2个位置合在一起，不管是4这个也好，坐在一起，我们都一起面对在双北共同努力的精神，为我们的民众来打拼。选举还是一时的哈，
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还是比较长久。那人家主办单位就排我们2个坐在旁边，这样这个我们就尊重主办单位的安排呀，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见。国民党初5下晡是去遮卖选铁自由会成立大会，要破除女性支持度低的风声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初5早起是到沙田堡祭天宫拜拜祈福，下晡路南本命区台南参加全国保障大地信赖台湾奥运会成立大会，也佫讲到社会主义政策。我要伫咧蔡英文总统的这个基础上，我要做较济。大家若甲我支持，我有8年的时间，我要拢强。兴建12万户，内底加13万户，包租代管8万户，我要去推广加强17万户。基础政绩正做选战交锋的议题，针对赖清德主张要给社会主体达到25万户，包租代管25万户，租金补贴50万户，总共100万户。国民党批评要解决社会主体问题，不是1天2天，要起好起稳，恐惊要用20年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大家拢知影，讲这中国对咱是一直拢有动作的。美国的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就讲，中国因有设定要为内部甲台湾挖好坑的这个目标，所以因的第一步就是要制造大选的混乱，要对资讯、军事也佮有经济来影响咱的选情。2024总统大选豆豆加分，中国一直对台施压。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东海前官员指出，中国继续对武力犯台做准备，不过也已经拟定为内部挖向台湾无动武的战略目标，主要就是针对总统选举制造混乱，让选情朝向对北京有利的方向发展。不过，伊评估无论最后由3年执政，中国拢会考虑采取军事行动或者是威逼策略。And try to manipulate it to their favor. And so they'll use a combination of information warfare, military intimidation,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anipulation to try to create divisions within Taiwan society. 虽然所有无具体说明中国介倒一位台湾候选人，不过伊认为北京方面拍算削弱民进党，因为民进党甲美国结盟，同时伊也对台湾的防卫能力真烦恼，除非台湾进行快速转型，若无面对中国军事侵略，恐惊无机会。在预算的增加的时候，未来在对于后续的改革就更加的注意，也就是后备部队的这个强化，就投资的优先顺序，先满足这个部队先作战。前 CIA 官员戴川尼也表示，美国官员会密切注意台湾的情势，尤其是中国的封锁或者是侵略动作。不过这时阵，日本议员一直交代，初5国防部公布侦查到6架强机，各有9架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，国军严密监控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消息，咱要来关心的是美国纽约曼哈顿的这个联合广场，伫8月初4下晡，因为有网红讲要分真侪拍电动的礼物，结果煞互几千人全安尼撞入去，场面是真混乱。警方出动几百人才控制状况，也若尾仔，这个网红甲其他惹事的民众也已经互人掠去。初4纽约曼哈顿联合广场，世界目睭睭来几千人，拢是要来领人气网红塞纳特宣布这一天下晡要送的300台 PS5 游戏机加电脑这好康的大礼，现场客甲10桶桶，群众互相杀来杀去，乱拼杆仔甲椅仔四界破坏，有的爬伫咧赛当中的车顶为攻击警察，现场完全脱序，警民真侪人受伤。The Lion King scene when the animals come down the hill, that's what it felt like. This is zoo. Stampede out here. I heard somebody got busted. I heard a lot of people, like, police were trying to stop it. A lot of people got arrested. Like, police was trying to stop, like, and they were breaking cars and stuff. They broke the windshield. They broke mad windshields. 警方出动将近1000人来维安，一直到尾仔5点左右，才大部分控制场面，也了真侪闹事的人，包含无申请活动许可，引爆这场大骚乱的网红塞纳特，考虑对伊提出煽动骚乱等刑事指控。We're not against young people gathering, but it can't be to this level where it's dangerous. A lot of people got hurt today. This speaks to the power of social media and the danger of social media.
21岁塞纳特是这个影片的创作者，伫直播平台有650万观众 ，YouTube 有400万人来订。今年1月底进行1个月马拉松直播，互伊追随的人一年吧就请甲诚济。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。罗西亚反对派的领袖纳瓦尼，伫8月初4，互法院加追加19档的刑期，这前后算起来是拢总爱坐30外档的监。伊是呼吁大家爱继续来对抗，唔通互掌权的人去吓着。也那罗西亚的刻赤大桥。甲即个乌海的海军基地是拢传出受到乌克兰的攻击，油船也阁有军舰拢受到损伤。乌克兰情报单位公布一段海上无人艇8月初4攻击乌海俄罗斯登陆舰奥列涅戈尔斯基空港号的渔民。无人艇搭载450公斤 TNT 炸药，一路驶到舰艇边仔，继续挖进最后长线。迄当时登陆舰顶有100名俄罗斯士兵，攻击造成舰身严重受损，起失去动力。风托回港口强化修理，突破5个港，成功拦截攻发，也头一摆展现无人艇离乌克兰遐尔长距离的攻击能力。初5早起，连接克里米亚的刻赤大桥附近，佫传出爆炸声，是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油轮发动攻击，也造成损害，需要海上救援拖走。乌军连续一直的无人机攻势，海空牵制继续将战线挖进俄罗斯的出门口。那伫5个国内，俄国佫对异议人士展开一波镇压消音。普京的头号批评者纳瓦尼原本已经因为早期等罪名被判刑11年半，当咧坐监。伊初4搁互法院判定煽动资助极端主义罪名成立，搁追加19年的刑期，拢总达到30年半。Putin is trying to frighten as many Alexei supporters as he can. 纳瓦尼推文表示，数字并无重要，希望支持者唔通放弃囝仔失去反抗的意志，唔通安尼向夺取政权的贼仔、歹人甲叛徒屈服，唔通互普天赢。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谴责俄罗斯法院，讲这是无公正的审判之下的无公正结论，要求释放纳瓦尼。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。新德市母语推广协会因举办成果发表会，除了有台语戏剧的表演，佮互囡仔是摕家己做的布袋戏翁仔来搬戏，囡仔是算甲真欢喜，家长嘛看甲笑嗨嗨。这个时阵出现一只田蛤仔，囡仔用台语来演戏，唱台语歌，哪学哪耍，大家拢足欢喜。新德市舞剧推广协会举办成果展览，除了台语舞台剧，囡仔也用家己做的翁仔搬布袋戏。我有学到要安怎做布袋戏，佮有知影做者青菜因的名甲动物。要找到全部讲台语的营队较困难啦。第一天来，佫算欢喜吼，所以逐天有一寡期待哈，所以是无简单啦。有真侪进步，因即马伫学校学习了后，转去出来会教咱讲台语啊。家长讲，这款全台语的营队真好找，不过囡仔的进度真紧。利用表演学台语，也互囡仔学台语愈学愈有兴趣。我这是一个较浸水式的，就是随时这个气氛内底，囡仔真自然就会开始，甲囡仔中间拢会讲台语。啊，老师传了嘛，就用传台语，所以是就自然就放松的方式。主办单位把提醒厝内时大，逐工拢爱参囡仔讲台语，或者学到的台语才袂白记哩。逐工练习囡仔台语，一定会愈讲愈练长。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。明仔载天气如何？天气报你知，带大家做回来了解。北部地区是28到34度，中部地区25到33度。南部地区25到32度，东部地区27到36度，
外岛地区是27到34度。以上就是这个台语新闻，稍等下请继续收看《青春咱的梦》，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。